这个纸本的三倍券7月15要来发放，为昨开始，三倍券是陆续为台北邮局运到宜兰、花莲甲台东，已经大约运出去价值15亿的三倍券了。啊，不管是实体，也或是电子绑定的三倍券，拢会当捐赠予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有不少爱心团体就呼吁大家，会当把三倍券捐出来。 一箱一箱的实体三倍券送到位，因为头一波注文就要结束啊，即卖有袂少人咧等，直接伫邮局买。花莲邮局头一摆配发16万4千几份，个人邮局外口已经有大布棚要营运数来人潮啊。若是有这个能力，其实嘛会使互手中的三倍券搁较有价值。华光国中世界展望会正咧宣导，要怎将手内这个三倍券做合理运用。大家都是去促进消费，可是。 真的不是这么的缺东西，就觉得那如果自己不缺，可以就是捐给别人用，可以捐出一部分的家用的振兴券来帮助一些弱势者。除了会使直接捐出去，设定电子票证，和这个爱心团体嘛真简单。只要选择回归金的捐献，刷来点查询各机构的爱心码，就使轻松做爱心。看来三倍券除了会使提振经济，嘛会使化作更较温暖的力量，捐出手中的三倍券，和各来需要的弱势团体，或者三倍券的使用更较有意义。